仲考慮緊食唔食？跟我嚟啊！我同大家解釋一下幹細胞究竟係乜家伙。咁啊，喺我身邊咧就係鄺偉陽博士。係，博士，冇嘥時間啦。好，人點解會衰老？最主要都有幾個原因嘅。咁其一啦 ，DNA 轉壞，同埋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啦，咁我哋身體入邊嘅幹細胞啊，同埋一啲叫生長因子啊，都會幾何級咁下降。哦，食幹細胞可唔可以再生頭髮？幹細胞咧就可以修復到任何嘅細胞嘅。我哋每日都衰老緊，但係只要有恆心咁填補個幹細胞咧，我哋一定可以延緩到呢個衰老，同埋令到啲衰老咗嘅組織，包括頭髮可以再生翻。當幹細胞入咗體內，佢係咪會一路分散去俾唔同嘅器官？咁例如啦，有啲技術叫海藻酸納啦，或者有啲叫脂質體啦。咁呢啲技術咧，都係可以保護呢啲因子啊或者細胞咧，唔俾胃酸嘅消化酶去消化佢。咁係咪必須要長期服用？逆齡係好難，但係你點樣可以延緩到呢個衰老咧，就非常重要。所以你 keep 住食就可以達到呢個延緩衰老嘅效果。